11月底就要大選，為着防範境外勢力介入選舉，北檢是提早假配合380位里長，強調講，若是有去中國旅遊、受人招待，甚至要求支持特定的候選人，安尼就有可能違反選罷法，甚至是反滲透法。幾名基層里長捌互傳回調查，講來規辦選舉，各地檢署不時查獲里長帶里民去中國耍，涉嫌接受落地招待，要求支持特定政黨候選人。沒有什麼委屈。即馬年底大選只剩幾個月，就驚境外勢力介入，伊同款的手法閣發生，北檢提前出招，寄出檢察長互鄉親的一張批。檢視批內容，署名北檢檢察長王俊立列舉幾大違法樣態，有買票賄選、選舉賭博，加假簽刷的優良人口。批中閣較特別列出，若是受人指示招團到對華等地旅遊，費用全免，也是介紹價的無合常理，而且佇旅程期間有要求支持特定候選人，就可能觸犯選罷法甲反滲透法，相當判10年，就算是接受招待人也有刑責。伊若安尼講出來，阮就一定袂去啊！咱就要找麻煩，當然會驚被盯住、被問話，會控制呢。北檢社的批寄予380位里長，毋茫聯手防範不法，只是對方的介選手段多元，閣有倒一寡狀況是袂當模糊。中國它對我們台灣社會的滲透是非常的一個多面向，尤其是隨着目前的一個高科技的一個發展，透過這樣的一個聲偽影片好的這種假訊息好的一個認知作戰，來去影響我們台灣的選舉。無論派人到競選活動鬧代誌，受到指示參選，也是濫用潛規技術等等，學者分析，攏可能是中國介選的一環，對選舉公平帶來衝擊。記者綜合報道。